你们自己问问看自己部落哦，阿美族的那个部落哦，好像都不会超过200年呢。如果到200年，都算是很久的部落了。然后我举我的例子哦，像我的部落是胆曼的，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哦，每一个部落都是氏族的联盟哦，就是有几个牙少所联合起来的一个部落。那一个牙少代表一个所谓的一个那个母系的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同一个牙少你不能在内部就是你不能内部通婚，你必须要跟别的牙少通婚。那你看哦，我们那个达曼只有3个牙少啊，所以你第一代通婚了，还可以再找那个部落里面的牙少，到了第2代通婚还有机会，到了第3代可能只剩下没有多少人可以做部落内部通婚，他必须要移动或分家。所以就是说，阿美族因为有牙少的关系，导致他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做深度的繁衍，因为这样会让什么呢？会让我们有那个近亲通婚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人会一直往外流动，这个就是阿美族移动力的最大的问题，也不是问题啦，最大的原因。哦，所以我们今天那个就是针对这个哪少的东西哦，我们太有兴趣了，因为阿美族哦，好多文献哦，除了日本人有比较深度的研究哦，好像日本人以后，我们阿美族人好像也不太在乎自己的历史跟自己的发展。所以找不太到文献呢，就是说我们只能靠自己的那个祈祷的口述啊，还有自己的填调，稍微问到一些的相关的资料啦。那我们今天分成2个阶段哦，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是说把我们的各个的牙少，我们透过大家的讨论哦，把这个牙少的命名哦，把它分析出来。大部分如果都分析出来的时候，我们第2个阶段就慢慢的把各部落的牙少再做一个连接，你就可以发现它的迁徙的路径哦。好，那大概前言是这样，那我们就开始讨论了哦。好，我们看那个画面哈，我今天不用那个维基百科哈，因为那个维基百科的编辑的过程哈会很繁琐，我直接把那个哪少哈，我们目前日本学者给我们的一些相关资料，我们做每一个哪少名字的分析哦。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把我看一下这总共几个，47个哪少，每一个名字我们都确认它的中文意思哈。有些大概我们都已经知道啊，有些的名字是比较特别，那就需要透过众人的能力众人的知识，我们一起来解读这个词汇。好，那我们开始了哈。我们第一个拿少，这个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哦。第一个拿少叫巴吉萨，好，太阳之子。李金信老师或者是马里盖老师可以帮我补充一下我们一般讲巴吉萨的时候，是它的中文的意思是面向太阳的意思吗？还是给太阳？还是晒太阳？它到底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马里盖老师有听到吗？可能我请那个林景光老师。对，巴吉萨它的中文最接近的意思怎么翻译比较好？是晒太阳呢？照射的啊？被太阳照射的，被太阳照射的就是巴吉萨，就是给太阳照的地方，是不是？对。哦，我懂了，给太阳照，所以他们翻成太阳之子，是不是怪怪的？对呀，对呀，OK，给太阳照射的地方嘛。对。OK，那请问一下，那个太阳之子的那个命名是来自于哪里？
就是网络的维基百科啊，可能有些人后面帮忙翻译的啦，他可能就是想说这个名字很漂亮，就讲太阳之子。对，所以那个马里克老师那边，您的父亲有没有别的翻译方式？就是给太阳照射的地方，我们叫做巴吉萨。应该那个地方，哎，李庆庆老师，我这个加地方是不是不精准？你就是一个地方哈，你都可以解释成为他们为什么说太阳之子，就是被太阳照射的这些子民嘛，都一样啊。OK，那我那个地方先不要写了，不然会好像要讲把吉沙烂吼，会变成要一个 AN 吼。对。OK， 好。做的把鸡蛋，sana ya saya ka upacitalan hasu ukamaro anu cilar matusanay tengilan kira matira aswa ang kumako。所以那个妈妈，你们以前也不会讲把吉萨，你们会讲把吉萨烂，是不是？把鸡蛋上自在。也是把吉萨OK， 好，那没错啦，这个词汇应该这个nga哨应该就是把吉萨。还有没有别人要补充的？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了，这个比较简单的nga哨，后面可能比较难哦。所以第一个词汇我们大概先这样子哈，把吉萨，因为这个我们应该阿美族最大的nga哨就是把吉萨。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词汇哈，就是 GVC 案。那个李老师，你会怎么解释这个词汇？有水质的地方。OK， 好，李老师，你可不可以进一步解释阿美族过去在什么样的环境会遇到水质？这个名称哈，当时也有人在说了哈，说是我北迪安诺啦、阿绍古啦、吉维吉安的那一上，他们的说法就是说，那边的水质特别多的意思了。老师，那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哦，现在有一个部落叫做水莲部落，它的名称就叫吉维提岸，是不是以前的水莲部落那边特别多水质啊？这都是听说了，对，没有错了，他们是这样子。Mako pi kaisa kina Chiwilian sana hao. Ulmak to no yumisapara ang kumato asay ano sinamnam to ko kusarahawi Chiwiliwili ata irasa 一定会有水质。Chiwilian hananay mas 有 Samaten sa kutano matera at sa ko kirana saray na sa Chiwilian tahan ko suat sang kumako. Ya kefanaan aku manai ura 那个酒店那个地方有一点平平啊，可是以前嘛很多我会常去那边打猎就对了。也有那个什么太鲁阁还是怎么组的，听说也有少部分呢也会过去。可是去那边挨过都不呢。问题是路都好，就是很多水质了，就这样。老师，他们就说那边阿鲁班等于是一个场域，打猎的一个场域呀。的地区啊，然后打到你阿鲁比不管你要打什么，都有什么动物就对了啊。问题是去那边进攻的时候一出来
会立山，努拉巴巴巴巴努拉一样的努拉的植物啊，它的叶子上面就有水质在，就会黏着你出来就对了啦。讲那就说讲那个地方的，比阿罗班诺嘛，都阿塞地好讲呢，因为那个地方不会很陡啊，有一点平平的啦。过来就连哦，我懂你的意思，老师，你讲那个我很有画面呢。你看那个我们的那个我们狩猎的猎物啊，有那个水路嘛，对不对？你看那个什么有些那个会跑步的时候，他们在你说比较平的地方，他们跑的时候会把那个水溅起来。那个环境是不是就是你描述的？就是说，在那个动物在跑的时候，那个地上是湿的，那个地上就是有水的地方有特别多水质，你是不是要描述这样的情境？也并不是，他只是说那个打猎的人呐，要去那边放陷阱啊，或是要去怎么用弓箭啊，要怎么去弄的时候，那些动物啊，只要进去一个那个地区哈，就会很多水质，连那个草的那个上面呢，都会有粘的那个水质的东西，更何况是人。所以说，只要进去那个场域的话，就会被那个水质攻击，就对了。那个水质哈，其实不是我们常见的在田里面的那个水质哦，不是哦，有专门是在山上的水质，所以你看有人去山上的时候，他的裤脚这边会放一些烟丝啊，我们现在的烟丝放进去哈，然后把裤脚绑起来，那个水质就不会进去了，因为他怕这个烟，所以那个水质并不是在水里面的哦，是潮湿的地方，所以一般都在山上。它的颜色比较淡一点，不像我们在陆地上那个水质是比较黑啊，边面是黑的，那个是比较淡一点，所以那个水质对，没有错。水莲的背面就是米站，背面是米站，就是也就是那个刘胜国的部落。对，所以米站村这个你看，萨基拉雅有的时候会从那边会翻过来呀。那一带它不是很高的山，所以很多动物都在里面栖息啊。那个水质并不是我们时常放牛看到的那个水质，黑黑的，不是，是山上的。我了解，很细哦，很细，只要粘到皮肤的时候，连那个衣服的那种，它也会钻进去啊。哇，这么那个哦，所以你看很多了解的人就弄香烟呐、烟丝啊，撒一撒，然后弄在裤管这一边，它就不会了。对，那山上的水质就比较不同了，就对了，很细哦。对，比较小。可是你经过那个草丛哦，只要那个叶子打到你的身体的时候，它就会粘到身体来吸血了啊。对啊，最多都是从脚这边地上的啦，比较多了。对 ，OK，那理解了哦。不过这样根据那个李老师跟那个小北老师这两边的说法，还是有两。不过可以理解，就是说它不是纯粹在河里的那种水质，它是在潮湿的地方的水质嘛。所以山上也有，平原也有，平原可能就是在狩猎区那个地段，那山上的话就是那个潮湿的地方。OK， 那这样理解了，所以可以从这边去推论说，有一个推论就是说，以那个吉维提案命名为自己的拿少的那个的族群啊，是不是他们的发源地是从水莲那边？这样的说法符合逻辑吗？因为那个地方
而不是真正的山是一个可能比较矮的，像比较等于像一个包一样的山头啦。所以栖息这些动物比较适合的地方，它不是像很陡的那种山。所以为什么很多动物，那之所以会称这个名称，也许是喜欢去打猎吧，就遇到了这种水质的关系啊。哦，我懂，OK，所以他是不是很有可能？李老师，他是不是很有可能？你本身是吉维利亚的，但是你后来移到那个靠近水莲这个部落这个地方，你自我自称说我是吉维利亚，所以地名也变成是吉维，是根据人去命名那个地名，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是不是？大概是吧，应该是。对啊。所以，因为阿美族，我们比较认同是南来说啦，就是从南边到北边。因为南边像电光嘛，恒春阿美的电光部落也有几维利亚嘛，所以不太可能是说，电光部落有一个几维利亚，结果水莲也叫几维利亚，就变成几维利亚是从北边迁到电光，变成恒春阿美，这样也怪怪的。所以有可能是用人的名称去帮他们部落再重新命名，这个说法比较通嘛，对不对？对。OK， 那这样可以。好，各位就是有在听的线上的我们都是用猜的啦，不一定是对的啦，只是我们尽量用比较有逻辑性的方式去帮我们的阿少做描述如果你觉得你有听过部落的祈祷，认为怎么样的说法比较好，你也可以提出来好，我们那个吉维利亚先到这边所以如果照这样，因为吉维利亚很多萨基拉亚嘛，所以会变成说有不小心吉维利亚就变成萨基拉亚那一组了所以它是不一样的概念的好，第三个拉拉勒斯这个我们上次讨论最精彩的，小白老师你要不要讲一下？这个是你的发现谢谢因为这个拉拉勒是水草的一种植物我上一次有照片现在是水草的一种水兰嘛，后来他们叫水兰嘛对，其实那个地方是因为阿米塞诺彪马诺卑南族一个地区啦，就是现在卑南文化的大概那一带啦，就台东什么苗那边，反正那个地方就是很多这种草啦，以咖喱安所以呢，那个山的那个，后来我才知道是卑南族称那个北边的那个住在那个拉拉克斯那边的一个民族的阿美族人住的地方，就那个拉拉克斯那边的人，这样原来是我们的阿美族讲的那个拉拉克斯的族群，那个句式文化不对这个是我的发现啦，就这样，对吗？还有补充吗？好，谢谢那个小白老师。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线上的维基百科的解释第3点画面看得到嘛这个我们也可以改啦，因为这个是维基百科。不过这个维基百科不是我们的那个阿美族的维基百科这个是就是官方版的维基百科你看他们的拉郎的时候，它翻成石柱的意思石柱。那事实上，那个我们上次经过好几周的讨论拉郎勒斯是一种水草，然后拉郎勒斯是卑南语它不是阿美语它是卑南语是卑南族人称他们北方的那一群阿美族人，他们叫他们拉郎勒斯，然后变成他称，最后变成自称，所以这个拉郎勒斯不是阿美语这个是卑南语好，这个因为我们讨论很多次了这个大概如果你们现在有在念那个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如果你是学人类学相关学系的，我跟你讲，你研究这个会拿博士学位这个真的
目前呢都没有人讲这个，而且都讲错。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第4个叫沙西崩案沙西崩案这个西崩我这个因为这是我妈的雅少这是鸟巢的意思。但这个因为我自己也不太理解我想请那个李进信老师帮我说明一下，因为三间村那个，我记得每次我开车经过长滨要往部落的时候，会经过三间村呢，他就直接写西不案，那这个是雅少的名字，还是地名，还是村落的名字？这个沙地不案我们可以去推理了如果是三间村的话，不可能会在吉卫这边会出现这个雅少对。那沙地不案它只是人数很少，过去三间这边才都我呀，我们家我当个乌兰过一点的爱，平埔族嘛，对不对？对，当个乌兰过一点的爱，你呢？只是说过去因为地名的关系，可是地缘就是可能有什么有三间，三间过去很少嘛，对，把它变成三个屋的意思。可是真正沙地不案好，一点啦多啦，吉卫给啦，就在吉卫，因为吉卫这边有3个氏族嘛，一个是吉卫给啦，一个就是蒙纳利安嘛，到沙地不案，对，所以应该不是从长滨的3间开始起源，应该就是还是得来以吉连阿山，然后马福拉带来吉卫，或者是某一个氏族分出来的，这个就要问问看呀，他分出来的那个主要的氏族，以及那伊勒古沙利崩案公阿烧，可以提供这些可以提供这一些资料。OK， 所以那个一样。那个跟这个概念应该跟刚刚我们在讨论那个吉维提案是一样的概念，是人到那边才帮那边做命名。对，可是那个现在的沙里崩案三间村，就像老师刚说的，那个其实是党阿弗兰的，他们的比较多党阿弗兰住在那边，怪怪的，难道沙里崩案是平埔族吗？对，就是说。应该不是嘛但是他们为什么要称那个地方叫沙里不案？这个明明如果是3间房子的话，那就说3间房就好了。为什么会变成沙里不案？是谁命名那个位置的？是谁定的这个名字？应该只有独鲁老罗马案才对啊，怎么会变成3间？不是，为什么会沙里不案？对，这个就是我好奇的，为什么他们把自己命名成？这个是阿美语呢，对啊，这个又不是那个国语，又不是其他族群的话，难不成那边的平埔族被阿美族化，然后他们自称自己叫沙地崩案吗？我请示一下那这个沙地崩案会不会是他那个地方是盆地啊？我懂你的意思，像碗一样这样子。对。你讲到一个逻辑，对。李老师，那个马里克老师提出这样的，有可能因为吉卫它就是个四面环山嘛，四面环山，如果你去找沙地不案，是不是有？因为在吉卫这一边呢，它是有很多地形嘛。是不是那个沙地不案的雅少有没有住在那个4面，或是3面都是那些山，然后他们就居住在里面。那吉卫的氏族又是另外也是这一带很多这个谢朝的，是不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命名为沙地不案吉大山雅少？有可能呢对，有盆地的可能。就是因为在吉卫这一边，就是有沙地不案嘛。
对对对，没有错。不可能会到山间，那山间的不可能到那一边嘛。其实吉位也是一个发源地哦。对对对。从铁栏杆山那边移到那边，还有卡拉拉这边移到吉位，然后吉位的人又跑到卡拉拉的也有。对对对对对，山间。哎，那个裴明老师，那个林景光老师要发言。好，那个妈妈，那个伊拉萨di pungan hananay uswanu pancah kira isa di pungan hananay ira sa bisa niaro ni saya sa niaro kira niaro ira sa di pungan tasaan nawhani turo ala rumaan ku kira rumah kira masa pakbuyut masa matira sa dipungan picaw cempe doha lah nu pancah kira sa dipungan sana aswal sang kumako ami sabarro kira pangangan kira niaro saya kasih sa niaro hatira si hatirasan kira sa dipungan hanu tamjaw semua kira kasaniaro tuturo ala rumaan但是一个比较简便的一种说法。也对了，就是因为人数少啊，就很像那个小鸟啊，在窝在那个窝里边呢，就3户而已嘛。意思说是很小的意思啊，是不是这样？可对，他就说我自己我就像一个小巢而已啦，我的人很少。对。这几种说法都不错的。第一个是用盆地的概念，因为盆地长就像一个巢嘛，对不对？像一个鸟巢。那第二种说法就是说，可能我的人不多，就像一个小巢一样，就是没有几户人家。对呀。那为什么我很好奇？那为什么现在的山间村，我们的印象中那边住的人都是党啊弗兰，还是说阿美族本来住那边离开了，后来党啊弗兰看那边有空位就住进去这样？有可能吗？不是，也有可能，但是我们要去想一下，那难道山间这边是移到了吉位这一边吗？对啊，不可能北移嘛，对不对？他应该对，而且他们人数又这么少，但只有从吉位这边移到这一边才有可能。对。那再说，过去在3大事件的时候，那边还没有部落。自从发生了3大事件之后，才慢慢建立了部落。对。那吉位这边已经多久了？对，那这样应该没错了。好，我们先暂时用这几种说法原则上都是蛮符合逻辑的好，我们来看第5个，第5个就是吉位这个好像字典就有它的意思了。那个谁对吉位这个词汇，我其实那个所谓的蟹草吉位打拿的是一种蔓藤的那种植物啦。因为那个吉位打的下面的那条河以前我听那个老人家在讲说，那个是爱古嘎浪杜拉阿路。他们为了抓那个螃蟹啊，抓一只放在笼子的时候，给你来例外，所以呢，他们就用那种吉位打什么贴咩，用那种来绑它的脚，然后再放就不会跑了。所以那个吉位那个地方就是很多那种草，就对。上一次去的时候，我也特别早结果呢，已经没有了，只是看到那个螃蟹啦的阿路，那个吉位下面那边不是有一条河？那个对，也蛮多的嘞，螃蟹的。然后
我又往那个kiwi那边去找那种草啦，对吧？所谓的蟹草不是，应该不叫蟹草呢。我先查一下，就是一种可以变成绳子哦，把那个螃蟹给它绑起来，就不会乱跑了。这里啊，你呀，比这两家就不会乱跑这样。所以那个 kiwi 就是因为有很多那种草，可是我知道有人把它当做什么药把它煮一煮，然后喝它的汤就可以治什么病啊？我忘记了，他那时候还特别注意一下这样。老师，你还记得他的长相吗？有，我们学校我有种啊。老师，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不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哈，米国都没刚刚爱好，有打过啦，对不对？那11岁的时候，你要读打过啦，感冒感冒。对，比较硬啊，它的梗很硬，蛮硬的，红红的。11岁的时候都打过啦，好，sekarang好。有kiwi贵啊。我认同那个李老师讲的，因为那个我们小时候他是不说那个都打过了有橄榄也是用那个了。它的梗红红的，嘛呀呀，很硬啊。它的梗啊，有点在。它的梗很硬。咖啡色。对，咖啡色的。刚才那个照片我们看一下。照片哦，因为我打的是蟹草，好像不是你们讲的那个呢。对啊，不是。所以老师你不知道就是他那个 kiwi 真正的中文名字嘛，对不对？对呀，凯明，你刚才打那个不是蔓藤呢？对呀，它长得就是杂草啊，这个。对呀，应该是蔓藤类的。对，会爬起，会爬，有一点像清凉花啦什么的。对，所以我们不能太相信那个维基百科上面的那个。对呀，就没刚才那个。等一下，刚才那个。再来。刚才那个最后面的图案，最左边那个很像对，左边那个刚才最后的图案。照片。等一下，我把它放大。再来。我把它放大一下。好，再来。不是，再来。刚才有一个有几个。对，那个叶子很像啊。刚才不是这个。再来。还有吗？再来，不是草哦，是蔓藤的哦。我往上看看，我再回去一下。哪一个？这个最左边的下面这个。这个很像，左边这个很像。这个吗？左边。对，那个叶子很像。放大看看。好，我把它放大。现在。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所以老师，你们都有看过 kiwi 吗？看过啊，都用过啦。这个吗？最左边这个。最左边。对，比较像。比较像，比较小。如果说它是这样子，叶子就是这样子。对了，很像。这个还没有长。对了，应该这个就是 kiwi。这个还没有长大啦。对。你看有一个梗，你看有咖啡色的。对了，就是这个了。这个叫 kiwi 的。OK， 我存档一下，等一下可以放上去。OK， 这个就是 kiwi 还没有长大啦。对了。对呀。没有错。所以这个 kiwi 可以拿来串那个什么那个螃蟹啊，还有青蛙。对。Atka kira Malika kong. Ayo kiwi tani ko ni. Kaya alu ko kalang sanay. Ya. Sapi susun takurai. Takurai ya to ya.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种植物。
OK 哇， kiwi 当不呢？哎，所以它其实也叫蟹草啦，因为好像是打蟹草才找得到的，应该它也叫做蟹草。对，它是蟹草没错，这个名称是正确的啦。可能蟹草有很多种类啦，对，对，所以我们我们讲的因为就是这种的啦。对，那 OK， 不能说它不正确，这样可以。好，那李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你看到我们去奇美部落的时候啊，我们看他们的那个活动中心呐、他们的应该是集会所哦，它外面不是有一个部落的介绍吗？他们说有3个雅少嘛，然后对其中一个雅少就是吉卫，那吉卫又是他们的部落的名字。我们一般什么情况下会把部落的名字称成雅少，或者是把自己的雅少当成部落的名字用？是什么情况下？这个我就没有去问了。老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啦，你如果把那个长光部落，你把它取成姆拿利的话，不是怪怪的吗？怪怪的啊，怪对啊怪的。你怎么吉卫为什么会把他的部落称为叫吉卫？是因为他想要当老大吗？还是什么？一定是嘛？所以刚才我有说过，因为在这个吉卫这一边，它有很多的没有办法集中啦，它没有办法集中啦，所以那因为是地形的关系嘛，所以可能一个地形里面适合一个氏族，可能这边，然后另外一个地形是适合就是吉卫很多吉卫的地方，可能适合有几个可以给他们氏族就在那边生活，所以可能是这样。然后最主要的可能就是这个吉卫这个氏族是人数比较多啦。还有我第二个问题想问那个，因为老师有做那个拉朗尔斯，不是，对不起，那个，他们前一个部落叫什么？忘记了。哪一个前面吗？对，就是他们每一次丰年祭都会回去的那个部落叫什么？我了，嘎拉拉啦，太巴郎啊，太巴朗啊。对 OK，他们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老师，你有没有在这个他们附近的部落啊，发现那个部落也有吉卫这个雅少的，就是在附近的部落，是不是只有吉卫这个雅少？哦，就要问这个星海问你的爸爸以前是太巴郎的嘛？那太巴郎这边有没有吉卫这个氏族？星海，有了，麦克风开了。哦，好。Itavalung. Basta man itavalung ira ko kiwit ang asaw. Ira ko nga sa no kiwit Itavalung. 有你看，有嘞，真的。对，就是有。Nanu kiwit ata nanu kira ai kiwit ko tuas na ira. Oh. Sa ira kiwit hana na utada harapinay to ngangan. Oh. Ira tavalung sanay marinah tuku tavalung nanitiray kiwit. Marinah ko kira matuasay no tavalung itira ikiwit. Katara itavalung. Oh. Ang asal sa itira itavalung masama tira mapanaka mo tira tavalung sanay angangan. Ira tavalung hananay tangasa sa ira Ya kuhtsaray karang. Haya kuhtsaray karang kira tavalung hananay kira ardihay kira no hani mikilita sa ira kira tapi sanga to kapua ano man atumo ita ardihay guma Miman cara tukarang nika ardihay anan aranay ray tiray kita ditaan kira matiray karang ira sa tabarong
Ucita barungay anyaro tahanto 哦，ay mahanay. 白色的螃蟹，对，白螃蟹，对啊，对，巴格达巴隆拉长罗罗嘛，干咩？格拉在，巴格拉在啊，嘎朗，啊，也格拉达在，格拉巴隆嘛，来弄的，嗯，原来所以那个我们误会吉位的，以为是吉位只有他自己称自己叫吉位，所以泰巴朗那边就也是有吉位，所以他是这个吉位迁到那个，泰巴朗迁到吉，所以李老师是泰巴朗的吉位迁到奇美的吉位，还是从奇美迁到泰巴朗？从体位这边开始的。哦，因为嘎朗嘛，看哦， OK 有的说法是从吉兰安山这边哈，有的直接到体位这边呢。然后嘎拉拉这边是从这个吉兰安山，然后到那个你的给咩建议，然后到大富，大富看到那诺嘎拉拉，他们也用什么去根据？过去嘎拉拉的人在大富这边都有弄一个什么还我土地呢？因为后来就变成甘蔗野嘛那一带，那然后因为没有办法生存，人太多了，然后再往南移动，再到嘎拉拉，所以嘎拉拉这边到了之后也有直接到吉卫这边的，然后吉卫这边也跑到嘎拉拉，所以跟泰巴朗他们都有连结啊。所以这个氏族都是在不断的流动哦。对，但是没有说一个统一标准的说法啦，都有可能。对。好，这个第5点哦，哇，也是哇，这样子越来越理解我们每个阿少的意思呢。好，我们来看第6个。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请说。青燕，那吉卫到泰巴朗那边，可是我以服装来讲，为什么吉卫的服装跟泰巴朗的服装就差很多了？没有错，他们的就差很多了呢。那个景光老师是泰巴朗那边的，可以说一下吗？因为如果迁到那边的话，巴闹那边跟吉卫是很近，他们的服装很像。到泰巴朗那边就已经不一样，他们已经就服装就差异很大。所以那个马里盖老师，你要不要请那个景光老师，要不要解释这个部分？虽然他们好像是兄弟的部落，就是丰年祭的时候他们会互相邀请。对。Hai. Ira ko enyen no hea no tavarong ato kiwit. Marka kay kita sancaira kira tutusa na niaroan. Ira sa no ira ko tuale hon ito na numarsak kira kira lusit. Asa ko suara masama tira ina lusit ani ayano karipuna ni awai hotai ka chilusit ko tamdaw nika 现在进化了嘛，kita niaro ya ku ya bisa itu hempial yang masa materi sa rumah sa toko salilit tarakas macoco ay no niaro akira makakyoso to matira ay saka ko aminan ng kira to lima Matamai kurasali so， 因为每一个部落都标榜自己。所以都会变化很快啊。Unong pangcah, unong pangcah fudo itia ho ni matoto asai to how. Unu niam ho aurip to inang to mato asai. Hato san ukostinga ya Gradlong. Ay, parang sanay cover no vabahian no finayan san iyana manhaga
mitono oyan afuloy kila to kleo. Han sang kuno muka si kila nika anini ay to sa masa sa rumah kila urep.巴朗那边的服装的差异是外来统治者的影响，还是纯粹是部落个别的改变演化的结果？哪个比重比较高？哦，你是说是所谓统治的，就是规定你这个部落对穿这样？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应该没有统治到吉位吧？他统治的是泰巴朗嘛？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只是部落自己自己在做变化。OK， 好，部落自己在变化的一个制服了。自己变化 ，OK。那个信燕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有，那可能是阿美族本身就是很喜欢求新求变的。对，来，我讲一个故事，日本的统治哈，成功这一边哈，成功这一边叫三民里是受到日本的这些压榨，所以呢，他从教育开始去把这个年龄阶层弱化。为什么？因为当时你看成功有一个事件，就这样子，所以日本人就对这个三民里这边，很多都是用打压的方式。可是你到嘎拉纳的时候就没有啊，我就问那边的人，日本人是不是跟成功这一边也是在国小这边去开始就慢慢去教育这些小朋友们，不要去加入这个年龄阶层？他说没有啊，所以各地方都不一样啦。知道我的意思吗？日本人在三民里这边，他为了要打压，就是要弱化年龄阶层，他就从这个国小开始教育。对，没错。教育，然后就不要去参与这个年龄阶层，这样的话，他们长大了，就不会去参与这个，那他这个年龄阶层就会弱化了。但是这个我就问了，他们在瑞美国小过去哈，嘎拉这边是到瑞美国小去读书，然后呢，我就问他有没有在从国小这边就开始去教育他们，说是你参加这个这个什么东西，国小这边对你没什么好处。那你如果是听我们这一边的话，你长大以后你可以有工作的地方，比如说当警察，或是当什么的，给你这个糖果吃啊，让他们说，对，然后去长大以后就不信任你这个部落的年龄阶层。那嘎拉这边没有，他说没有，你看都不一样啊。我了解哈。所以其实这个是老师您说，大概没有很强制了。对了，这个我那个理解老师您的意思，因为阿美族的年龄阶层是阿美族社会组织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那个组织形态啦，包括保卫啊、教育啊，对，这些都是用年龄阶层这边。那你要瓦解这个部落，你就改变他的那个游戏规则，你就从国小他们那个时候是国小国中的概念，国小好像是不叫国中嘛，那个时候叫什么中？初中，对，就是说用这种方式来瓦解我们的年龄阶层的结构嘛，对不对？对，我了解。但是卡拉拉就没有这个现象，成功就有，所以他有文献就是成功的事件就产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老师你讲的那个陈广澳事件吗？不是，陈广澳那个是是他们港口三大事件的第一次，在长光跟陈族埔的东边开打，结果他们打输了，然后逃就到陈广澳这一边，然后就接着他们就翻山越岭去整顿，再打
后来就再打第二次嘛，就在张眼这一边嘛，还是说他们又回去了，所以第三次就召集了很多的人了。他这样， OK 所以那时候的就陈广奥的事件就当时就是他们的中继站呐、中继站。OK， 好，这样理解哈。所以那个不一定每个部落的发展有一致性啊，要看各部落的特殊状况。对呀，这样解释没有错吧？对哈。对。好，我们第一阶段哈，最后一个 the board， 那个这个应该就是净谱嘛，对不对？下游这不，它这个是不是那个净谱的？对，就净谱，就是净谱哈，对啊，对，净谱。就是出海口，它也是部落的名字吗？哎，大港口部落是不是？就是大港口部落是它的大港口部落叫净浦吗？还是就叫大港口？没有，应该这边我不知道他们这种封冰箱是没有错哦。可是那个直播是不是大港口？就是港口这一边，但是我们一般讲的直播是净浦啊。净浦哦，所以可是但名称不是直播叫早月，早月哦，净浦叫早月，所以这个直播就是一个氏族的名称嘛。哦，我懂你的意思，这应该就是氏族。好，那老师我很好奇哦，我们阿美族的到大港口这个是不是应该也不是很早就有部落在大港口，是不是晚期才有的？很早就有了。所以很早就有了，是不是？对。OK。下游的意思，所以这个老师，那我们这个中文翻译是不是翻成河口啊、海口、出海口？应该啦。出海口啊。urarem kaya cepo sana. Kira tataran nunanum nun tarawadawe sawaran han. Sawaran dia larengawa ka tatapang nora aro. Nanum ni aro. 那是不一定是出海口，不一定哦。对，不一定。你看那个这边，如果你读语的话，在直播上就下游的地方啊。他纯粹只是讲下游的那一段就对了。Kararem sangkuruma soal。我们恒春的也叫卡拉任吗？跟我们一样啊。卡拉任。所以他这个直播就是指那个河流的下游那一段叫做直播这样子，不一定是出海口这样子。对 ，OK。但是我们在海岸这一边的哈，所谓的直播都是用在出海口那一边。对，我会误解哈，所以他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是说是下游的意思。对。OK。那在海岸阿美这边，他会习惯把直播当成是出海口的意思。对。好。OK。那讲到进补，为什么叫早月？所以老师为什么？对啊，它就是在出口的旁边的意思。早位就是在出口旁边，是不是？对。跟我们的嘴巴那个边边啊。早位安古拉。早位喊有的早位，有的叫早位。就是那个嘴角。早位就旁边这样。对。老师，那个蔡宗涵的那个他的字典，早位也是就是指晋埔净浦村啊。
对，金浦对村。哦。那个泽布尔可能真的是大港口部落，它本身也是那个亚绍的名字嘛。大港口叫马古达埃，马古达埃哦。对，马古达埃才是大港口，然后它的旧名字叫那个九布兰。九布兰哦。大港口叫马古达埃哦，这个后面那个信燕，我问一下，你看我查那个什么，就是字典，你看那个荧幕哈，马古达埃的意思是混浊了，是因为大港口部落那个出海口那个地方常常会有混浊的现象，是这个才会用这个名称命名吗？对呀，因为那边都是泥沙哦，所以那边会很多鱼啊，会有那个因为有淡水跟海水在那边交流，然后山上的秀姑峦那边从那个奇美那边冲下来的那些都冲到那边去了，会有泥沙在那边，然后如果你下大雨，那边都会很浊啊。哦，那这个逻辑就对，所以马古达埃才是大港口部落的称呼嘛。真正我们那边的叫混浊就是马古达埃哦，不叫马古达埃不是哦，古大哦 ，NG 马古大。马古大就是很脏脏的意思嘛。混浊啊。马古达埃跟那个马古达埃是不是一样的？所以你讲的是这个哈，马古大的这个古大，马古大嘛，就混浊嘛。大，对。那可能到北部的话就变成马古大，马古达埃这样哦。对，它这个应该是那个方言的造成的。对，变成马古达埃啊，对，没有错。马古达埃，马古达，你看，后来你们一直在讲马古达埃，我还搞不清楚是什么地方。民用的水，这边讲一下，那个来你讲一下，来，马古达sana啊，ngangan masama dire，马古达是一个名词了，马古达sana，马古达爱sana，那个水已经晕了，已经浑浊了，sana，马古达爱sana浑浊了，sana。OK， 就是水混，没有错，它这个字根是古大，古大本身就是混浊的意思嘛，然后它跟那个母大也是一样的意思，母大跟母大两个意思一样。对，你们看那个字典的那个画面上，母大跟古大是一样的意思，一样混浊。对，应该是地方。我这样子就很能够理解那个泽布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一般在那个下游的地方会有那个泥沙冲击的结果，又像那个信燕讲的，就是海水跟淡水跟咸水的交汇处，所以它那边的鱼类那个特别多，所以比较容易那边做那个抓捕的动作嘛。好，大港那边就是所谓的大港口这样。对，他那个刚刚信燕讲那个大港口部落就是马古达埃嘛，对。OK， 好，我们现在8:06哦。我知道线上的有几位老师今天很累哦，整个下午都在13行博物馆哦，我自己也感觉到有点疲惫。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好好的讲完。我们继续延续哈，那个我们这个总共有45个亚绍哈，甚至更多哈。我们继续针对每一个亚绍的它的词汇哈，我们把它解构一下哈，把它的词根啊，还有它的构词的方式来分析它的意思，跟它那个部落他们使用这个亚绍哈的目的哦，跟它的方法。好，那个。李老师还在吗？李老师，我在。李老师，我们今天在车上，我有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阿美族假设我们是由南而北在进行的，
我们有走纵贯线的哈，也有走海路的，就是沿着我们的沿岸在出海口登陆。那老师，您今天说到了几个可以登陆的点，那我们那个大港口算是其中阿美族的一个登陆点吗？根据文献是没有在大港口，是在法贡这一边呐，吉兰阿善。嗯，老师，我讲的是，我主要是指那个呢，那个海线的海路的，你走那个海线的登陆。对呀。在法贡那边。对。老师，你指的是在丰滨那边吗？对，丰滨这一边。老师，你有几个路，那个出海口是我们的登陆点了。你今天有提到最北是在美伦嘛？再来是呢？第一个是在阿拉巴奈这一边呐，说法是这样，阿拉巴奈就在泰马里那一带。OK。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法贡这一边呐。法贡。对，法贡这一边。第三个就是在美伦这一边呐。那我们一般常听到的像成功那一带没有，那么不是有渔港吗？那边不是阿美族以前的登陆点哦，那边没有是不是？那边过去没有港口啊。我懂了。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从南边，然后可能是就是直接就到这个萨那亚塞，就绿岛，然后由绿岛再往西边走，也有可能啦。老师，你刚讲的这一段是从上往下的吗？我有点听不太懂，你可不可以再说一遍？有下往上往北，有南往北，有南往北，有的是到阿拉巴奈，对，然后有的是到了可能又到这个绿岛这一边，萨那亚塞，那萨那亚塞，然后又往西边走，就是到这个法贡这一边呐。那至于成功这一边，大部分就是从南边这一边，然后一直往北走，就是马兰那一系的。那成功另外一个是从北边，最多的说法就是那港口3大事件之后就往南逃窜的。一直延伸着往南一直走，最多就是到成功这一边。对 ，OK， 好，谢谢老师的补充哦。哇，就是刚刚好提到这个大港口这个我可以问一下，刚刚说文献，我之前也有问过我阿嬷说，我们猫公的是从哪里来的？她说我们是被风吹过来的人。那应该是坐帆船的。对啊，我是被风吹过来的人，所以我有问过说他们那是从哪里被吹过来的，但他是说萨那塞，但听不太懂哪里。萨那亚塞绿岛塞，就是所谓的火烧岛，就是绿岛。对，那这边简称为法塞嘛，其实它的名称是萨那亚塞。所以那个姓燕的，对，就是他询问他阿公的说法跟被风吹，跟老师您刚刚讲的好像一致呢。我问到港口那边的远亲，他们也都是这样讲。还有一个哈，我们要去想一想哈，水流是顺着时间在走的哦，太平洋这一边。对，你顺着时钟这样转的，所以你要如果用法的往南边走，的确是蛮困难的啦。对，没有错，都是从南边一直沿着沿岸一直到，然后到日本这样一直绕过去，从美国这边从这个赤道这边又开始转到我们这一边的西太平洋。对，没有错。绕的，如果我们用这个逻辑的话，我们从南边是应该比较大的可能性了。对，
可能那个现场的人听不懂哦，因为那个以前过去那个李老师他的有好几个工作，其中有一个工作是跑商船的，所以他对这个洋流啊，这个水的那个海水的那个知识非常的了解哦。老师，你刚刚那样讲哦，完全可以验证我们为什么那个是由南而北走那个海路的部分哦，这个完全正确嘛，对不对？对，还有哈，我们就这个时段哈，还没有割到，但是已经除草好了，就开始弄竹排，对不对？米嘎嘎轰的时候，它是怎么样放的？它是划到南边哦，用划的，慢慢划过去以后呢，开始下网，那下网就跟着这个网跑，往北走。往北走，对对对，对，差不多了。到那个娘若的对面的时候，开始收网，网收好以后就直接就往西边走，划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呐。对对对，不要出发很辛苦，回来也很辛苦。对对，没有错。对，你不能直着出发啦，你回来的时候到别人的部落了。对对对对对。对，老师，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说那个海流哦，它是由南而北在走的，所以你不可能逆着它走，所以你只好先往南滑一点，对，然后让它顺着再回来嘛，这样子比较对对。所以阿美族对这个海的计算是很精准的呢，对不对？对。所以以前走海路的逻辑，应该完全是我们今天也有提到一个概念，说阿美族还没有登陆台湾之前哦，早就了解这些航海的技术了，所以不是到台湾才知道。所以到台湾你要在哪一个地方登陆，对阿美族而言不是一个困难的事。这样子，李老师，我这样说明有正确吗？对啊，对对，应该是。没错哦。所以那个信业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跟你访谈的有一致性？可能哦，因为冬天有东北季风嘛，从上面吹下来啊，那夏天是从下面吹上来的风啊。没有错，没有错，冬天是相反的。不过冬天阿美族不会捕鱼啊，太冷了。对啊，太好了，这样我们这样子大概有那个就是有越来越有那种知道阿美族的迁徙的方式，它有走海线的，也有走纵贯线的。对，那我们慢慢可以理解这个概念啊。好，这顺道提到，我们看第七个第七个的阿少的名字叫基欧波兰基欧波兰，这什么意思啊？波兰叫波兰，欧波，基欧波。我看一下这个。兰。有没有人知道？因为那个维基百科的解释是指那个重叠吗？聚集的意思哦。小白老师，这个词汇哦不认了，识吗？这样我比较不了。board 这个字有没有人会啊？有这个字吗？我分享一个，是以前那个大港口，它不是在那个地方，是那个部落不是扎在那边的，它是扎在其他地方。那以前它是叫九不烂哦，然后你念快一点，会不会叫子不烂？会不会有这样的那种差异性？哦，有可能哦，有可能哦。第一个登到直播的人就是九不烂的人。哦，哎，你这个说法很有逻辑，可以哦。那个李老师他这样的分析是不是很有逻辑？可能有。因为第一个到，因为从以前还没有那种第一个先到的，可是大港口事件那8大氏族里面却没有九不烂这个氏族，就有点奇怪。说
它这个是那个这不按哦，念快了就变成不烂了。不烂，弄这不烂就是那个马古大那一块的那一边的地方。嗯，不烂，不烂，不烂，对啊。那个李老师，你们的主语比较好了，这个音的变音有没有可能？这刚刚个刚刚训练讲的那个大港口事件的，他说有八个事主有没有？其实有一个事主就是有不让。有一个叫久不让，我就是听那个他们老的在8个事主里面没有他的名字。其实他是有，可是我上次去看的时候，刚我前几天丢给凯明那个有没有？我们查不出来的那个，我一直以为他是那个久不让的那其中一个事主。对，有8个嘛，把其他让QVT安跟那个姆纳列跟久不让，跟那个吉兰阿善跟加杜拜跟那个达利布安，就是8个。对，应该如果这样子训练这样子的，应该是对的。对，久不让。所以阿力克老师你也认同说那个不让是这不按的变音是不是？这不按，他这里是吉不让，因为这个词汇阿美语没有这个字啊，它一定是某种词汇的变音才会变成这个字，然后变到大家都不认识这个字了。那你看那个我们45个里面的是吉不让吗？还是吉不让？那个阿力克老师，我这个就是从45个剪下来的，一模一样。对，吉不让。如果说用它的单词来做翻译的话，就是弄碎的意思啊，不能你比如说花生米给它弄得很碎的时候啊，就是有那个意思啊。你不然呢？花生米弄得很碎，老师你再多解释一下，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你不然的那个你就是比如说啦。我一个花生米，对不对？一粒哦，我把它弄碎的很细，这样啊。那个你不然那就这样。有一个说法是火波就是粉小粒状了，火波多少？你不然堆积的意思吗？不是。它是火波，就是那个碎粒啊。火波哦，我看到了这个字，火波对。那个老师你看哦，我们那个一般来讲哦，你看哦，如果从上游嘛，一直冲到下游的时候，一直到了出海口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水流会变成很碎吗？会不会？因为我没有长期观察，我不太知道会不会到那个出海口的时候，你的水流会变成很碎的感觉。水是不会啦，倒是那个石头啦会变小粒啦。哦，这个逻辑对呢。对啊。所以变成那边是有粉末的地方，有沉淀物的地方，对不对？因为 hopor， 你看那个蔡宗涵的解释 ，hopor 有沉淀物。一旦我们到了下游的时候，通常会在那个下游的末端会淤积嘛，就是对。有没有可能是积 hoporan 那个 h 不见了？对啊。有可能吗？对啊，如果下游那边的话，那个水再怎么清哦，因为那个些气渣什么都会一直滚啊，就会很多那个沉淀物啊。对，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个也是有一种可能。
大家猜一猜嘛，我们这个试试看，这个也有可能哦。就不然，所以它有可能是吉或不然，那这个 H 的音不见了，它这个意思就是说有沉淀物的地方，对不对？对啊，应该是这么解释啦，我觉得。那个李老师，我们这样解释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呢。火波就是那个粉屑了。火波多少？用猜的啦，就是说，另一个是我们讲那个信燕讲的是这波哈，后面加个 an 就是表地点嘛，变成这波案，那念快一点就变成吉波兰。那另外一个更像的哦，那个什么吉和波兰，对不对？那个 h 发音的音呢，呵，跟那个喉舌音的位置是同一个位置啊。比如说啦，我解释一下，比如说那个我们吃槟榔叶啊，槟榔的时候不是有那个石灰嘛？对，我们叫阿布嘛。对，哦，是不是跟那个波兰那个地方是差不多？阿布嘛，我们叫阿布嘛，那个石灰啊。对，没啊，波兰的意思说，也就是跟那个石灰的那个粘稠度差不多吧，很稠啊。老师，我很少吃槟榔，会吃槟榔的帮忙回应一下。没有，那个火波就是碎屑的意思哦。对呀，那个火波，就说你看，我们如果吃那个太阳饼的时候，你看它会落这些屑，就是那个火波。粉末嘛，碎屑嘛，对不对？对，火波是碎屑啊。好，没有关系，我们暂时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推论已经很不错了。第一个哈是信燕提出来的，这波哈本来就是下游的意思，加一个岸，就变成这波岸。哦，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那个火波这个字是碎屑的意思，前面加个鸡，后面加个岸哈，就变成鸡火波烂哦，跟那个鸡火波烂很像，非常像。哦，那我们先暂时保留这个两个可能性，到时候如果有人问到的话，哈，我们再去做判断，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好，我们再往下一个哈，姆拿利那个，我们请那个李老师再来讲一遍哦，因为我们上次有听到那个姆拿利哈，但是你跟那个真正的亚尔利亚加密又不一样，所以这些名称里面哈，你不要把它说就是那个不一定。所以他说姆拿利，其实我们这个氏族就说是以里岸山古说努马达塞。Itira itua I kaabis no hiasa no makuta ai kava andai ku li andira yo mati ya mafanga hao itira ke mato asai milimak sa 在那边躲着，所以当平静之后呢，他们下来之后呢，有人在问你说kamu sa era li an sa 不算了。可是我们在姆拿列山，我怎么想也想不通这个名称会连在一起。可是他们就是讲说里岸，那是不是有另外的说法？我不知道啦。你那个反正爱耶，对啦，姆拿列可能呢。我记得它是一个自动的意思嘛，姆拿闹，你看自动嘛，洗手嘛，你看洗手，你看姆拿闹是拿闹啊。拿闹就为什么叫口音？拿闹，对啦，是一个口音呐，对呀，它是一个口音嘛，所以它是姆拿列那里岸上就说那么多阿塞阿根努，我怎么会加个木？不太懂了。对，这个比较难推论哦，但是原则上，老师你那个。你的整个概念是说躲在那个里岸的地方嘛？对。
哦，老师，海你明这边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一个植物的根叫姆拿列，植物的根什么根？对，也就像刚刚那个李金信老师讲的，我不茅草，知道这个对茅草，茅草的所以它的根吗？我不知道他们说姆拉列就是有一个植物的根叫姆拿列，哦，所以对啊，因为这个茅草来个茅草有一种植物，木拿列山，所以你们讲的伊拉伊姆那里怎么讲？那个地方很多是一个植物的根的名称，根哈，哦，植物的哇，根，应该是找不到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应该是很深的词汇，对不对？也问老师找不到这个字，好，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氏族在迪位这边就是三大氏族了。对。所以老师，你这个氏族没关系，我们再把这个阿利克的那个说法也纳进去哦，它是某一种植物的根嘛，对不对？可以啊，对，这个那个阿利克，如果你有那个有特别的那种管道，再帮我问问看哦，说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好，对对对，这个如果找到的话，也是可以解决这个为什么这个构词这么奇怪。OK，好，好，谢谢。某种植物的根哈 ，OK。所以那个李老师那个姆拿利的话，那个后面那个阿利就是那个什么列阿列的那个变音嘛，所以对对才会让你去找到那个填调有关于这个在很多茅草的地方是这样子连接起来的吗？对对对， OK， 那我了解了。好，我们来看第9个哈，法赛。刚刚那个李老师有提出来，这个法赛的原来的字叫做那个撒拿赛嘛，对不对？对，萨那亚塞法赛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呢，以前听到的都是萨那亚赛呢。是哈。那个法赛后来我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没有啦，应该是说老师，你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拿绍哦，不是地名。撒那亚塞它就是地名嘛。对对，萨那亚塞是个地名。对啊，法赛是拿绍的名字哦。对。那这个法赛有没有特别的意思啊？还是它就是撒那亚塞的意思？对，那个法赛是什么东西呀？对，它是不是什么东西？有字典里面有吗？法赛？我现在在找，好像没有特别讲这个字呢。马法赛，它变成对呀。马阿法赛被抢走。他那个是后缀了，应该不是马赛那我们如果照我们的常常的我们上次的那个讨论哦，我们抓它的尾音啊，就是fast 哦，你看接近的就是有那个fast 有抢夺的意思。fast 还有什么洒水浇水 fast 对，然后我们用这个字去连接法赛哈，这个 fast 感觉好像有一种就是超过预期的动作的意思呢，是不是有这个感觉？所以法赛是不是说拉法斯吗？拉法斯是译出来了。这个法赛这个民族是一个就是多出来的民族，这个解释有点牵强。老师，你没有办法去猜它的，从这个字根去猜它的意思啊？
Ay po ya marafas marafas pas marafas 满出来了。对，Marafas，Rafas，好，这个字对啊，满出来啊。Rafas，马赛，发赛哦，发在赛黑啊在啊。啊，会不会是以前那个这个马少哦，他可能那个一直住在那个有淹水的地方？马法赛扎啊扎啊巴哦，斯这个有点难了。现场有没有人，就是说那个对这个用法赛有概念的？哦老师，法赛，你讲一下，富里啊，对，富里有，富里，法赛是富里，嗯，法赛就是富里哦。啊，发赛和个富里呢？哦，富里就是法赛哦。哎，哦，一个地名哦。地名呢？发赛和邦扎叫做富里。富里哦，那个笔富里记吗？跟绿岛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从sana kira Pasay sana Langan。老师，我们再提出一个我们刚刚的假设哦，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某一个亚少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亚少，它移动的过程中会以自己的亚少帮他住的地方直接命名，会不会那个法赛是从绿岛出发，他经过到了台湾之后往北走到富里之后，他就用那个地方的，他就用他的亚少帮那个地方直接命名叫法赛，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哦，有可能。他说什么？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就说我是从绿岛过来的。依照什么去？对啊，会不会他才会知道他的源头就是从绿岛？那实际上那个，我这个是我的理解了哈。富里这边的人，亚少那里，大个对，Urangas。Naira, taga away ko. Mengungasau nu tirai. Urangas ku tirai, Silangasan. Tirai Malimpo. 富里呀。为什么他要这样命名？我问一下，那个富里是不是就在那个吉拉米带那边啊？达拉库。所以我问一下，我们现在把那个富里的那个地理位置稍微，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富里在哪里。富里是不是就是在吉拉米带那边？对，那个富里就是吉拉米带啊，是吗？哈，所以我们来问一下说，那有没有线上有没有是富里那边的那个族人哦？你们知道富里那边吉拉米带那边有几个亚少？有没有法赛这个亚少？所以这个名称很特别哦，因为可是你刚刚讲说，法赛是金门绿岛的事主吗？事主的那个名称就从法赛是亚少的名字，法赛是亚少的名字。那他是说从绿岛发源的意思，就是说应该是他从绿岛移过来的了。那所有的亚少都是从那边来的啊。Ila Pasay Nero no Pasay Hatu tengah bulan. Oh, tengah bulan哦。哎，ila Pasay。那个妈妈的意思是说，住在富里那边
住在法塞那边的人都是党阿弗兰哦。不是，他说法塞有一个部落哈，也有阿密斯，但是法塞真正的法塞是党阿弗兰。哦，嗯，但大多数党阿弗兰哈。我知道，多多数是平埔族，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法塞哈，李老师，我问你哦，你填掉那么多部落，你有听过法塞这个阿少吗？没有听过哎。应该是没有哦。对。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既然他们是平埔族，干嘛用阿密斯的那个阿少？对呀，这个是不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是这个法塞的这个阿少，其实已经就是分家之后，他已经换别的名字，他已经不叫法塞了，就好像那个把吉萨变成达拉古变成古尤案。那如果古尤案他如果不去那个就是去寻根的话，他不知道他的根是把吉萨，所以法塞可能下一个是吉维利亚呢，有可能的。有没有可能是这种现象？就是我们的氏族会因为分家之后啊，原氏族的人都过世了，那分家的就变成是新的拿少这样。对，都有可能啊。这种有可能，因为我们在台湾已经没有听过法塞这个氏族，还是我们还没有调查？几乎都没有听过了。对啊，没有听过哈。对，没有听过。去问卑南族啦。啊，有可能哦。这个我们给他加个星号，需要填掉，对对。好，我们就这个先跳过哈，因为这个有点难了，这个可能没有办法我们讨论出来，因为连字典也查不到这个字。好，我们来看第10个哈，第10个就是我们标准的阿美族圣山哈，吉朗阿善哈，这个上次我们是有查过，那个也是请李老师讲哦，李老师有针对这个部分做很清楚的填掉，老师你要不要讲一下这个部分？好，那吉朗阿善还能耐好，我说呢，这以后我把的方案呢，把些阿米塞啊，路南古亚发贡还能耐，还知道山东的吉朗阿善。那至于我们在传说故事里面就讲到说是过去啊。不管是几拉拉干或是几那高之类的哈，可是同样的，他们是同样的故事，但是有人在讲说，那个几拉拉干还那是比较更古老的人山，那这个就要看大家怎么去看了。那的确，几拉拉山就是在这个呀巴里湾汉个米，哦呀，他底下你了啊，鲁都。伊拉国带来给他们朝贡。当时有一段时间就是呀，给了下以护理，不是护理，给了下以罗霍啊，对尼呀呀好呀马达林，当时他们有跟我们在填调的时候，就他们有来到我们这边有一个理事长。他说某一天我们会去这个吉朗阿善啊，你们要不要参加？所以当时就桃园的头目曾经就是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到了一个太巴朗的时候，大家闹分歧了，对啊，所以老布萨阿桑家的嘛给第二个啦。但是这个吉朗阿善，也就是说，发源地里我们近代所说的阿密斯迪拉对吧？吉朗阿善，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卡拉拉也是从这边出去的，但是它不是沿着达拉蒂莫乌基维达拉阿密斯达拉伊罗马安尼拉吉拉，这达拉蒂巴西瓦里卡蒂莫也都吉拉，这不对吉拉，所以当时卡拉拉就是从这个吉朗阿善就是
往西边走，就是到那个伊拉叫大富卡纳奈大富啊，是伊拉都比伊拉我房我徒弟努卡拉拉阿达姆道，那他们曾经就在这里待过，嘛大些人啦。那后来因为被他们又是移动到达了提莫山的达了伊卡拉拉kira ya rakyatnya toas nang啦，这啦山当了呀沙都古啊奶奶，好就在那个沙都古的附近。就是现在你去卡拉拉的时候，那个沙都古那边很多有乱葬岗啊，现在坟墓了。过去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古里兰南雅卡拉拉等不到。所以，说了古拉吉兰阿山还能好，他了题目古拉卡那拉雅努卡拉拉等不到。但有的是吉兰阿山直接到吉维这一边，所以吉维跟这个卡拉拉这边他们是有来往的，有来往的，古拉。那乌鲁玛萨都好，巴西瓦利山达拉提姆古拉卡，你呀马古达埃，所以后你这边都直播，是差不多过多20那几个部落的里面，都是发言就是吉兰阿山，还有公山啊，那好，是古拉卡那拉大概就是这样了，古拉吉兰阿山。但是后来怎么再走去分支的，那可能有太多的故事了啊。曼谷南木好多巴盖尼吉兰阿山，呀，还有等你的好，可是大家一机会这个好，可是机会那边有没有吉兰阿山？好像没有这个阿少呢。对，没有，可是，在他们的说法里面，你觉得吉兰阿山好，到了提莫山张啦，山大家觉得机会，那是不是到了机会又开始移动了？提来一下伊卡拉拉就有了，提来阿少的里面，你看大家啦，安这个南木巴纳都巴盖尼吉兰阿山，可以多多提供一下。好，那你米朗阿斯都吉朗当然就是意思是在这里吉朗阿山。可是那个山为什么叫吉朗阿山？可是它明明是一个山，又讲到修剪砍伐之类的，那看看谁有这个吉朗阿山海南奈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可以提供的这些名称呢？好，我吉朗阿山海南奈就所谓的猫空山吗？他为什么要你看朗阿斯？对啊。如果说yang猫空海南那个法公kira，对不对？ada aku fakung turalu tukwala tak sakaku ni happy nang tura，如果是猫空山，那吉朗阿山海南奈，对啊。对，猫空山它是一个可能是整座山吧。那吉朗阿山的是单独是一个部落吗？山。Lano nira ya Hajiriwan, Pariwan. Hajiriwan. Hai, Hajiriwan hangga Pariwan. 对，老师这边就是你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吉朗阿山它是那个法贡部落的一座圣山嘛，这样讲对不对？对。那为什么他要取这座山叫吉朗阿山？那他又变成阿少的名字，这个演变他有没有什么逻辑？对啊，他既然是一座山，为什么又变成阿少的名字？对呀，还是以前有一个阿少叫吉朗阿善，他移到了猫空山他自己就是自居为王他就把那个他的尼亚洛就是说我这边就是吉朗阿善。事实上他有可能是从南边往北边移到吉朗阿善的，再从对这个山你并不能居住
就并不能有居住的可能啦，只是说他们讲说是发源地了，真正的它的下面就是巴里湾嘛，哈吉里湾，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座山根本没有部落，是不是？对，山顶上是没有部落，只是大家命名把它变成为发源地就对了啦。所以他那个吉朗阿善，他们那个就是石碑上面里面有巴吉塔啊、吉乌里岸啊什么一堆氏族，所以那一堆氏族就是从吉朗阿善分出去的，是不是？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吉朗阿善的山路这边就是有这个部落就对了啦。哈吉里湾啊，那hakno to namo apana to niyan sa ira to guswal ya kalala ada tira kami ichirangasan sang kuswanang ra 然后就往西移动，原来kami西边有一个建议，旧的建议，大在嘛兰诺尼好也叫大富卡南那边就是当时占据在那个地方，因为移动必须也要吃饭嘛，所以他们就去itira ma orip sangra na在都跟着部长奥罗曼的部长然后马夫尤了在sangra打了提莫了，好就是到这个沙图古岸，就是这样子，古苏万诺卡拉拉古里拉南，但卡拉拉跟吉维他们都是有连通的。所以我读阿斯努呢，那都是娘若是差不多。这是海明是好了，谢谢说，你刚刚讲的那个吉朗阿善的分支，是不是你讲的那个有？因为我那边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有那个吉朗阿善跟那个那个什么吉维的那个氏族。还有一个巴吉卡，他们那边很多那个石牌，就是放在那边。我想说，那个是不是吉朗阿善的分支哈？就像你刚刚讲的，不是从那边开始发源，然后就一直就是马弗拉就下去了。所以其实下面还有很多的那个纪念碑，就是各个氏族的纪念碑。对。可是最上面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阿美发源地的时候，那边就那个吉朗阿善跟那个吉维还有巴吉拉，还有几个就是排站，就是在那个发祥源地的那个石块的旁边。对，就像你讲的，如果这样子推的话，应该就是我们的发源地就在吉朗阿善，然后就这样子分散下去的，是这样子的。他有没有阿力克老师？你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有用同心圆的概念在解释嘛？那最中间的圆是吉朗阿善，第二层可能就是巴吉塔吉里岸，对，第三层可能就是什么达拉古尤岸，就是说最里面的那个同心圆的那个圆心就是吉朗阿善。是啊，我觉得你刚刚这样子讲，然后想到我们那一天就是我刚刚看那个相片，应该是这样子，我是这样子推理的，我看人家是怎么去解释。对。那个李老师，我们刚刚这样用同心圆的概念，就是假设吉朗阿善是源头的话，那吉朗阿善下面的分支，就会有巴吉萨、吉维利岸，或者是其他的阿少，这种逻辑的推论，你可以认同吗？可以啊，可以啊。但是我的想法是，亚迪赖加读故事革命好，就是在山顶上其实是不能生存的啦。对，一定要种东西，就是在山路。对。然后就开始去分支了。老师我懂了。老师你仔细看那个吉朗阿善哦，朗纳斯是不是剪树枝？就是砍伐。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阿美族像一根大树，那一根大树就是吉朗阿善。那我们的右边的树枝剪下来，第一个叫做巴吉塔，剪下来第二根叫吉乌里岸，剪下来第三根叫做迪位。假设是这样，是不是它就是把每一个树枝剪下来就是一个阿少，
那个整棵树叫做吉兰阿善。这就是你把这个山当作树也可以啊。一棵大树嘛，它那个兰纳子本身的字根就去剪嘛。这些树枝就是在这个大树的底下在生存啊。对对对。因为他现在要分，他要离开了米利亚斯了，他要离开了嘛，就要剪掉啊，他就变成把吉萨就离开了，剪掉吉维利安就离开了。对对对，我们暂时这样解释可以吗？好像蛮有道理的。问题是我们在那个部落啊，我们的阿达山那边的话，也有把吉萨跟那个吉维利安啊。没有，老师没有关系。那个小白老师，因为这一套的说法是北来说，我们南来说有一套说法，这一套就是北来说。我们现在把2套同时都说看看，然后到时候搞不好有什么地方是交集，搞不好吉兰阿善是从南边来的，你知道吗？对啊，然后他到北部再分支下去。好，那个凯明老师，对，是，好。那么，ira chilanga san hananai hau. Uruto karuto, taiko aro no tamdao kira chilanga san hananai. 对。Ungangan ira tifang kira chilanga san hananai. 実際は好，真正的呢是他的发言是ira kiwit aniaro. Kira 发言地。Bukan sadakan no tamdao ikirai kiwit. Ira kirangasan hananay masuk sa takaraway nurutok te fas ano pali toro may amiat kira yata away ko kirang macam mi rangasan no tamdao sa kirangasan tahan sang makom sa baluto. Ira jisai do fayentin ira kiwit. Irasa satu ko mi malimata yata ni timone itu aku to asna mo ni chirangasan sana aswale ukiwit kihan kia chirangasan hananai halagu kuswal hausa urutok karutok saya kahatsua na terra to kako yung mga suili itirai i fakung kako hawe Dilakot saya sa sinsian matini o masakapa o kuting nunya mitia o kira tanaman mita na pera tuk sa ichirangasan hanagot tayo sa sinsi sinchinda mito isu to dia ta kira tamla sa tera kami sa away ko kira-kirang tira utot no karipunan ho miso kulio kami otot amuto ko irai sa ano ira ko lima mita nohone milungat kita nani hanang wahay san ira away ko satsay tapang lungat kira roto kira chirangasan hananay de upadyaliyat si ipabarat siya alihay ko karat mante ukarat no Nuriar kira pukorohi kira sa irako lara no saning kaatam na pera mi manhanga mission ho minanang tuluto ke irako kula nunya mira pakara ko ara teka bana kami kira sa masakapa ko kutirang rasa kita halyam pera ipapala Rasa away ko kakirang utot itira papara sa ginawarawas nila hiyahat aljahay ko karat ni dingat to kamay kira atu ay ano masakat si tukap masakat kira ruto ila sa solin na chirangasan aniaro hananay ira na kiwit hananay aniaro o niaro itira mihuayen ko tamdaw to maray ka ba na anak ko ？OK， 好，谢谢那个。我想大概南来说，可能是比较符合，就是在这个山的四周在生存。
因为从卡拉这一边的说法就是乃提来切让山嘎米打带来一大幅好啊，你的阿利夫对啊，阿你那的格特朗建议啥建议打带来对啊呀对啊大幅，乃提来大幅真的好打马夫拉这带来以上度过安，所以这里面不是只有我的任务是在nga少。所以这里面的山的一边，可能过去米扎弗伊迪拉巴罗马国都后，然后再分支出去的。我们我说哪个好，就是也迪拉一定好，诺马拉拉扎